你好啊，歡迎你嚟到呢一條短片。今日我會陪你做一個5、4、3、2、1感官覺察練習，幫你慢慢回到當下，令到身心可以安靜落嚟，重新紮根。咁喺開始之前呢，可以先問一問自己，而家嘅心情係點嘅？身體裏面有冇啲咩感覺呢？腦海之中有啲咩諗法呢？你可以選擇記低自己嘅呢一啲反應啦，亦都可以將佢哋寫低。咁我哋喺練習完之後呢，會再比較一下有冇啲咩唔同嘅。我哋四周呢，其實每一秒都有好多資訊發生，但我哋嘅腦呢，其實係唔能夠一次過處理晒全部，接收晒所有嘅。我哋嘅腦呢，會幫我哋喺某一個時刻選擇要留意啲乜。當有一啲嘢好吸引我哋嘅時候，例如係靚景啊、好得意嘅狗仔啊，或者突然有一啲聲音嘅出現呢，我哋嘅注意力呢，好自然就會放咗喺嗰樣嘢上邊。咁呢一個定向其實係好自動，亦都可以好刻意。好似你而家呢，就係刻意將你嘅注意力呢放咗喺我嘅聲音啦，同埋呢一條片上邊。但係如果突然有人走入你嘅空間，咁你嘅注意力呢，就一定會俾佢吸引咗過去嘅。注意力呢係會不停變嘅，而我哋都可以慢慢練習，選擇自己想專注嘅地方。咁第一部分呢，我哋就係會講5、4、3、2、1嘅5啦，就係我哋睇到嘅5樣嘢。咁而家呢，可以慢慢望下你嘅周圍嘅環境啦，唔使急嘅。慢慢掃視一下四周，然後喺心入邊呢，同自己講5樣見到嘅嘢。咁你可以留意下物件唔同嘅顏色啦，周圍出現唔同嘅形狀啊、大細啊，可能係一啲人物，可能係一啲物件，可能係植物，亦都可能係動物嘅。我喺心入邊呢，講出佢哋係點樣樣嘅，例如我見到橙色嘅牆啦，我見到一個小朋友着住藍色嘅裙仔啦，我見到天空嘅顏色啦。咁而家可以畀自己幾秒鐘嘅時間望一望周圍，講5樣見到嘅嘢。第二部分呢，我哋會將我哋嘅注意力轉移到去我哋嘅觸覺上邊。我哋會提4種嘅感覺。而家我哋嘅手或者身體嘅部分感覺到啲咩呢？可能係我哋嘅衫嘅好柔軟啦，好貼服喺我哋嘅身體上邊。可能係一個台面好光滑，甚至係好冰涼嘅。可能係我哋嘅面啊、頭啊或者頸呢，感覺到一陣嘅暖風，又或者我哋手指摸緊嘅一啲物件。咁我哋都可以留意下，如果我哋係坐喺度嘅話，我哋嗰個身體啦，被一張凳承托住嘅嗰個壓力啦，又或者我哋腳掂住地板嘅時候嘅一個觸感。亦都可以係一個溫度。咁而家同樣畀自己幾秒鐘嘅時間喺心入邊同自己講4樣摸得到嘅觸覺。第3部分呢，我哋會將注意力呢轉移到去我哋嘅聽覺上邊。我哋會講3種聽到嘅聲音。咁你而家聽到啲咩聲呢？可能係車聲、風扇嘅聲音、時鐘滴答滴答嘅聲音，或者比較遠嘅一啲聲音，可能係音樂啊、人講嘢啊、腳步聲啊，或者係自己嘅呼吸聲。
有時呢，安靜嘅本身呢，都係一種聲音嚟嘅。同樣喺心入邊呢，同自己講3樣，而家聽到啲咩呢？第4部分呢，我哋將我哋嘅注意力放到去2種聞得到嘅味道。你而家聞到啲咩呢？可能係食物嘅香味，或者洗完衫之後嘅嗰種清香，可能係你用完護手霜嘅一個味，可能係咖啡味，又或者係城市都有空氣都有一種佢嘅味道，或者你喺大自然呢，又有另一種味道。咁你可以講出呢2種你依家聞到嘅味。咁你都可以咧，平時擺一啲物件喺你嘅袋入邊啦，例如係精油啊、香水啊，或者一啲生果咧，都可以幫自己刺激自己嘅嗅覺嘅。咁喺有需要嘅時候攞佢哋出嚟聞一聞，咁就可以提醒自己咧，返嚟而家呢一刻。咁第5部分咧，我哋會講一種味道，我哋而家感覺得到嘅味道。咁可以留意一下咧，你嘅口腔啦，或者你嘅脷上邊咧，有一種乜嘢嘅味道咧？可能你飲緊嘢嘅話咧，係飲緊茶或者咖啡啦，方便嘅話，甚至可以合埋嘅眼睛啦，感受一下味道嘅嗰一個層次，可能有幾種混合埋一齊，可能係一種甜味啦、苦味啦、堅果嘅味啦，或者係奶香，又或者可能你而家係食緊糖啊、朱古力啊，咬緊香口膠啊，又或者只係留意一下你之前食完嘢仲留咗喺口腔入邊嘅一種餘味。咁而家可以喺心入邊同自己講一種而家口腔試到嘅一種味道。咁透過感官嘅覺察咧，我哋可以慢慢回到當下。咁我哋留意到啲乜嘢咧？其實好多時咧係受到我哋嘅一啲過往嘅一啲經驗啊，我哋嘅情緒啊，或者我哋嘅思考模式影響。有陣時我哋嘅注意力咧會好自動咧會俾一啲令我哋唔舒服嘅嘢吸引住。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可以用一個動作幫自己調返去留意一啲安全嘅事物上邊。咁呢個動作咧有大有細咁大咧可能係用我哋嘅肢體啦，一啲大肌肉，例如係行下路、伸展下、望下周圍，又可以係好輕微，例如係淨係垂低我哋嘅眼啦，調整一下我哋坐姿，喐下我哋手指腳趾，或者選擇攞起一件物件。同一個角度，我哋可以感受得到嘅嘢係有限。你可以試下坐直少少，放鬆你嘅肩膊，輕輕轉下你嘅頭，睇下咧會唔會感覺到唔同嘅嘢。而家可以再問翻自己，你嘅情緒係點嘅咧？身體嘅感覺有冇啲咩唔同？腦海嘅諗法仲係咪同頭先啱啱開始個練習嘅時候一樣呢？希望你可以成為自己嘅觀察者。多謝你今日同我一齊練習。